以下是地震發生時保障個人安全的關鍵應對指引，建議根據所處環境採取相應措施。減號。地震發生當下黃金3分鐘自救原則：立即採取趴下、掩護、穩住姿勢。室內，迅速躲至堅固桌子下方，以雙臂保護頭頸部。若無遮蔽物，貼近內側牆角，遠離窗戶與外牆，蜷縮身體。床上，留在原地並用枕頭護住頭部，避免移動時被掉落物擊中。公共場所，避開貨架、玻璃櫃等危險區域，蹲低於座椅間或靠柱遮蔽。絕對禁止行為：切勿衝向出口或試圖逃離建築物。地震波結束前移動風險最高。遠離吊燈、書櫃、未固定家電等可能傾倒的物件。不可使用電梯，可能受困或墜落。減號。不同場景逃生策略：高樓層室內，優先躲在結構穩固區域，如梁柱旁、浴室，關閉瓦斯與電源總開關。地震停止後，走樓梯撤離至空曠處，避開建築外牆，可能有瓷磚或玻璃墜落。行駛中的車輛，減速靠邊停車，留在車內並緊握方向盤，車體可抵擋墜落物。避開天橋、隧道、電線桿周邊，待震動停止後再駛離。戶外、山區，遠離建築物、樹木、路燈，到空曠地蹲低保護頭部。若在斜坡或懸崖旁，立即向高處移動以防土石流。減號。震後關鍵行動： 1. 檢查環境與傷勢，確認自身是否受傷，協助周圍受困者，避免移動重傷者。穿上鞋子避免被碎玻璃劃傷，關閉瓦斯管線，預防火災。 2. 接收官方資訊，使用電磁收音機或手機接收災情通報，警惕餘震與海嘯警報，沿海地區。 3. 互助與通報，以簡訊或通訊軟體聯繫家人，語音通話易造成網路擁塞。若受困，敲擊金屬管道或牆體發出求救信號，節約手機電力。減號。震前防災準備，居家安全檢查，固定高處寵物、電視、書架，安裝防震家具構件。緊急避難包，準備3天份飲水、乾糧、藥品、手電筒、哨子、現金、證件影本，至於隨手可及處。家庭演練，規劃逃生路線與集合地點，教導孩童及長者應變步驟。減號。特殊族群注意事項：行動不便者，事先將輪椅、助行器放在固定位置，告知家人協助方式。嬰幼兒，在嬰兒床周邊加裝防掉落護欄，準備奶粉、尿布等急用品。寵物，準備寵物糧食與牽繩，地震時避免動物驚慌逃竄。減號。專家提醒，地震預警系統，如手機警報，可爭取數秒至數十秒反應時間，但正確的即時反應才是保命關鍵。平時應定期參與防災演習，提升危機意識。參考資料：美國 FEMA、日本氣象廳、台灣中央氣象署防震指引。